不要去啊。还是人还比较少，团队人还比较少。不要去啊！都耍一天了，耍了一天了，还要跑，还要跑，还要跑。那拥挤刚刚到。那播的话要那个拥挤要随时过来才能帮他直播，没来的话直播不了啊。7点50我就开始跳了。
阿四加油！占地吗？是占地吗？占地过来了，他没在把车。Hello，两个都来了，两个来了。他暂时没有说，没有起作用，我都没有劝导也。武警，就是协警。这个穿黑衣服的就是战地，然后在德国的时候。他在团队，以前在这里境外跳过、待过，但是他不是团队的成员。后面高过40岁，40岁。他来直播，帮灯子直播，对，占地。
啊，南卡区要年轻很多。南卡车位不是它，南卡做的没有那么高，没有那么老，也不是很老吧，就年轻很多。
这个不能比啊，这个是表演的、比赛的，这个是爱好者民间的。这个在体育馆那个嘛，这个我们在参加比赛练习，看那个。谁戴口罩呢？这几个在直播没跳，看嘛，看是谁的？英哲在，这还有两个，拉姆娃和雍正也在休息，还没开始跳，还好了没来哟。这位置持续没来，这个坤宝他们有没来？这个位置持续的没来。哎，那个枪巴他负责了。枪巴那个老年人你知道吗？就是最老的那个，谁死了？就是枪巴大哥。啊，没看到他影子呢。要来吧，没问题。还有几个小红母啊，那些都没来。对啊，他跳的比较少，对吧？来的还很少，特别是从6月底吧，7月份左右开始到，就是休息很久吧，也不是休息吧，就是说这个场地几个东西休息很久。跳了12点多还是10点多就要回家，不然被反锁回不了家。
站10步。出去还要出去还不是一个人起作用了啊！刚刚有点起作用了，呵呵呵。现在吧，开始吧。他是在那个吧？对，在那个穿绿衣服的那个来了的，搞错了。今天要送他送礼，就是那个韩国那个网友送了鲜花和那个老年人买了羊奶粉，还买了水果，买了很多。哎，王清回来了，休息几天呢？注意到有强暴好像来了，然后呢，刚刚回来就那个了啊，刚刚到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充电。
个老年人是强巴吗？是吧？哪个强吧？不是啊，没来吗？不知道。那个老人呢？好像是好像是楼下的。强巴有没有？哪个老头？强巴大叔，老头子啊，就旁边那个老头子啊。哦，今天没来吗？那个叫强巴。香巴不是强巴。香巴。不知道。他今天还没来。今天没来。那怎么办呢？看呀，没来怎么办？我打电话让他明天送算了。这都准备好了嘞。我都没看到人，这个有点不像，我确认一下。等一下还再问一下，再等一下吧。9点钟左右看他来不来，不来的话我打电话叫他不要送了，明天送过来吧。每天都要来的吧？没一天不来，那跑哪儿去了呢？咱们出去拍啊，出去拍啊！去前面去吧。去前面去。开学来了，哪不啊？还是拍一点，有些没拍，昨天晚上。
好。老年人没来了，没来。因为他电话，他住进不进？住进不进？进不进？他进不进？不知道，我应该是，我那个打电话他们忙送，应该是有点忙了吧？啊，忙这所以没来吧？对啊，然后打电话还明天送上来，应该是，谢谢家人们点点赞，谢谢。怪今天送的这些这个噻。喂，你好，你没出发嘛？哦，那你不忙，今天忙送，我明天送哈。他今天人没来。哦，我明天没他电话，我没有那个，我只明天送上了，好吧？有点忙哈，反正也不存在，好，这个第一天没事，好，好，拜拜，好。哎，壮不？感觉有点斜。知道在罗山后面跳舞的，穿黑衣服的。罗山后面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看一下来，我不知道哎。给站地吗？知道是谁？
一圈儿可能不知道哎。豆腐，他们豆腐的，外面2位是豆腐块的。你要报警的哦，掉下去了。哦罗桑后面穿黑衣服的，哎，应该战地吧？就是穿那个裙子那个吧，应该黑色那个叫战地，只有他穿黑色的，除了他就是雍正了。对，倒不起。我上去哎，我们来了，才几点钟啊？8点40了。他们好久，不是好久，是应该是比较少，以前经常在一起。以前他们2个在一起几个月吧，起码2-3个月在一起跳。让我问一下。问一下，知道。哎，晚上好，同步手机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好。他的手机找到了，同步手机找到了。一般是没，一般都是苹果嘛。4月3月底吧，4月中左右。视频很好用，骚扰不接，我们去打视频通话干嘛呀？
点我要拍视频。啊？直播？挂了，他吵得很。哎，苏拉也来了。这个也没来多久。对，这个太经典了。这个没有中文版，谁有这一头发的？你在现场吗？你在现场吗？
加入团队，他叫他们去，他没去，他也是有事情嘛，没有时间。给老师为啥子你又跟没？哎，这遇到什么情况？强巴居然缺席了。哪位要送保时捷的？哪位要送20保时捷的？20过来了。灯子在西都市差不多，每天都是笑声不断，但是灯子要提醒他们要笑，就是要笑。对，我觉得是什么？我们也不能去啊，去就加油。哎，来了，我打电话，我靠，来了的吧？来了嘛？喂，你送来，来人来了的，搞忘了。哎，来了，你送来嘛，差不多也来得及啊。这8:50啊，好，拜拜，好。我就觉得这强巴大叔不会缺席的嘛。我有点，我本来预定是9点钟嘛，看8点半了，我觉得有点拿不准，所以取消了。还是可以。今天还是要送给他，就不会，就是说今天买的那些水果啊，今天下午6点多左右买的，都是新鲜的，买了90多块钱吧。然后买了奶粉啦，买了那个饼干啊那些，还有一些就是奶粉啊、豆奶粉那些，还有茶呀那些，那买的比较多。买了200块钱的这种花，
这个加在一起应该在700多吧。嘿，我吓一跳。刚才是牡丹。对，只是迟到没有到。对对对，我就觉得他每天都出现了，不可能今天一下就躲了。我本来我就不用通知他嘛，反正我每天我都在呀。哦，不是，反正他每天都在，我跟聊天。这给国外的。嗯，对。哇，因为对，迟到了。70多岁吧，具体年龄他没告诉我。就是感谢韩国网友，就是 TADW。我刚刚有发那个动态没发，晚了一点，因为他那个把那个水果那个礼盒重新包装了，然后发给我，但是我那个等一下发吧，等一下发也可以。他58岁退的休，好像是。买的零食奶粉，最贵的应该就是羊奶粉吧，300多块钱一瓶。对，他身体可以。等一下我把发了吧，我今天都准备好了。OK。这个不会啊，慢慢就会了嘛，跟在后面，这样就完。
完了嘛。哎，曲嘴来了，哦，这个有点抬头了。曲嘴27号他不会参加广福桥那边的活动，他过个结婚回老家去了。我想他在成都结婚的话，我就参加看一下。但是回老家那就也不是很远嘛，几个小时，2、3个小时。谁个？这个就是谁？打一下，公屏上打一下他们的名字。公屏上打一下他们名字嘛，加入。还有什么？给那个大叔送花，很多一大堆。这个有谁的名字？火龙果。葡萄。翻译一下韩语或者韩语。多发点，你要做那个Apple Max有点大了，还是有一点点吃力。韩语，还有个什么东西？韩语。
还是先把中文发了吧。英语太多了，我就发了一半，没有发完，暂时先发了中文吧。哎，永吉不在了呢。靠，相机没电了。插电充电。OK， 好了。哎，你来好了，来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刚到。我说刚没看到你。买那个机场贵吗？啊？买机场贵吗？还是分价格，价格有贵的，速度有中等一点的。就一般一年的话，要看流量，美国流量不多，一般都是500个 G。500个 G。够了，我觉得够了。啊，够了。够了，一般在一年在600-700块钱左右。啊，一年600-700。好一点的话就1000多2-3千嘛。我发你那个里面，你可以自己选，比较老牌的那些价格贵。在哪个网站买？就是我以前发给你了吧？要么我晚上再发给你，打开你看一下。哎，露露来了！哎，露露来了来，露露跑过来了，露露，这是谁？这是啥个嘛？这啥个？这个是那个。哎呀！还许还有意思。用错还有。这个有。哎，不是露露要高一些，这个看错了，看错了。以前的搭档是凯旭、欧姆，这2个小朋友跳得好。本来那次安排是去德国拍那个曲张错的，但那边老王先走1天，他请假的话只请了2-3天，我有时间我去，但是他走了没去了。
们学的。哎，在后面，我就说没跑了那个人子，在后面儿，刚刚没看到，但是文杰说跑太快了，跳太快了。杨秀一下就冲过来了，曲子也怎么做了？东西后面都湿了，后面都湿了。对啊，9点10分了，打电话问一下他在哪个位置啊？喂，你好，你到哪儿了嘞？马上我们要撤了。在哪儿嘛？在这儿了嘛？好了。哦，还有我电话嘛？反正到了就直接送过来嘛，因为马上就要结束了。你打哎，他是骑摩托车吗？电瓶车吗？哦，是放颜色灯吗？是放颜色的灯，他那个灯。我看他好像是戴个帽子。哦，不是的，我看错了。好，你跟联系嘛啊，好，拜拜，路上了嘛，应该要不了10多分钟吧，最多20分钟。堵车的情况下20分钟。打电话应该在8点50打的吧？8点50打的，应该差不多马上到了。马上到，这样的，马上到。唱，搞忘叫啥名字，想不起来了。
笑啊！这是马拉松啊！王清又在打酱油啊！看看打酱油的。大家关注1小时和他们的团队。他没有，本来就兼职的嘛。拥挤老师的视频太少了，哦，每天都有啊，有他的话都直播，直接看直播嘛，回放嘛。这个再等一下，这边这个红的。这个红衣服的那个，这个啊，来，对，对，对，送了你了，对，送给你了，就送你了，送你。是的，对啊，对啊，送你一点，送你的，送给你的。送你的。有点肿，有点肿，这个是水果的。好，大哥，好样的，没毛病啊。这个都是冒谢谢。好了，谢谢啊。是国外那个，就是这什么的蟹梨油，卡片蟹梨油。哎，对，这里面这个是水果那些都新鲜的，这个里面有那些奶粉那些啊，豆奶呀那些都有。啊，这上面有。对，韩国的。还是比较快啊，20分钟不到吧。不要说一些哈，好不好？网上那个拥挤老师这么多视频，你自己找吧，可以不用看，谢谢啊，不用看。这个鱼我不吃，我来个几次。他本来我不清楚啊，没有仔细跟他聊过。一般他都是收东西啊，那些啊，搬东西啊。
对着勇气88，90多分钟100分成绩一直对着他嘛，不可能的。每个人都要拍嘛，不可能只拍1、2个人。那么多新的那些以前不出名的项目那些，拍了一下就火了，你也不知道。本来跳得好的肯定有，我觉得有必要展现一下。对，785，王清的。还有10分钟。我要是个女的，我都喜欢王清了。英语老师的事在这里。狂野之城。马老师有时候又没给他走。啊，英语老师要跳785，他不会跳，你参与一下。老师也去了啊！哎，老师什么时候偷学了？他居然很会哦！哎，你看看，老师的785也很熟哦啊！我都现在想一心二用了。男队女队分开的嘛，他要一下下着，王清就要上。王清和登之是最主要的，现在是培养的对象。可以，你要去跳楼？可以。正常来说叫玉树1.5，配音是乘多赛马，简称785。哎，芳芳不要踩我的，你不要踩。上一下，加油！加油！还有一首曲子叫还有一个是785。
跟这两个搭档，他主要搭档就是他。这个才叫785。这边一上，灯子他们一上，灯子扎西秋季。对，看到自己3个跳了，那些女的也在跳。等一下拍一下花絮嘛。他们收场的时候都有啊，这东西有点多，有点重，水果的也比较重吧，然后那个零食也比较重，花不重，花只有很轻的，行嘛。他们上了。上了。他刚刚才到嘛，应该有点累，坐车坐太久了，坐车要坐15个小时。对，不长嘛。最后一次。谢谢。结束了，家人们。干嘛要干嘛要？我们先走了，走，我也走。不是，你妈错了。先啊。是真的。走了吧。主播加干呀？你没加班吗？瞧。完了，你晚上排练吗？真的？排练不？今天晚上。对啊，他们昨晚排练。不知道，真的是没说什么。哦。我不知道强巴大叔今年多少岁啊？就强巴大叔多少岁？就是穿围服那个。你知道他多少岁吧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都没问，都没问。他就收线去了，收那个。谢谢，当了一个谢谢，没看到。
收电线去了，他把他每天都收电线那些啊，那些那些。我去问一下他吧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。我们是那个花莲的，我看到你们那儿经常就是买那个花。哎，我附近楼底下就是。我家楼底下就是。几百块钱。大概几百嘛，因为我们是批发的，肯定就是价格那方面还是比这家子肯定比这个多了这个60线，我们是后面一个大品牌的。主要是又不是微的。才出来创业的些，我说的介绍的是像你刚刚说的啥子品质啊和包装的那些。我也不晓得每天哪个时候到。那也是我们铺的近得很，就在那个燃灯市只有几百米。你可以试下，或者是明天我们可以给你报一次来，你可以感受一下。到时候我早点来的早我再说吧，因为我现在晚上都7点40左右才到，8点钟才到。啊，我就晓得，因为我经常在这儿看他们跳舞嘛，然后我觉得他们。这个是你的吗？你如果就是说，我说来找我才行嘛，我没有你就可以明天我们给你报出来，你可以感受一下嘛。试一下嘛，我一个备选嘛，我们这儿那么近，就在燃灯市儿，我们做批发的，我那会儿都可以带你去搞到看哈。真的大冷库全都是批发，价格肯定比这所有优势些噻。做批发的价格肯定就是给你给到更低。你们要不要去看一下嘛？就这儿，真的，就这儿那个燃灯市儿。我别早的时候再去吧。那我们明晚上就是报一次过来，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品质和就是。我后天晚上还有，明晚上还不知道，反正没的。后天还有。微信嘛，你要的话你在微信上给我说。我定了，我钱都给了。不要，我们报一次过来送给你。不用，真的。你可以感受一下。就是主要是我们所要送给他们跳舞的。就是我晓得。直播间。直播间是的。要不然有空的话就去网上去看。你是一个，我们是知道，这是我们一个朋友送的，是吧？好了，那就。哎，他想这个一直来看。特别棒。谢谢。他介绍，这儿开始他就来，我们知道。他的意见。麻烦。这边去。一会儿你走不？不晓得，等会儿不晓得。他们不晓得跳不跳舞，不晓得哦。是我在跳舞的陪下他们嘛，就没必要到处跑，我问下他们。那个是倒看的嘛，好看吗？不是，汗水流到眼睛里，那是运动员在夏天要跳。那你要换个红色的，换个颜色呢？花有点抬高点，送花给啊，送花嘛，送花。老年人太高了就啊，韩国人就送。送那个水果，熊老师要胸起哦，还有那个对，谢谢了。熊老师好生水果和零食，谁的扇子？饼干那些。哎，等下我问一下他多少岁啊？哎，不用问了，没必要问，不用问了，好去了。多少岁不重要啊。多少岁不重要。他有时候在青阳宫。青阳宫是因为这儿没跳，是因为这儿不能跳了，他们。青阳宫不能跳了。扇子不要了吗？他们一年多没好久他就。对啊，他就是一直很久了，所以说你网友他们都知道。对，不知道没问他的年龄。68，应该讲你70多。我看，我还以为送给哪个了，结果送给他。哎，对。小。今天那个，我只要去的话，我就坐你车。不晓得，我问一下。你就今晚上练不练我？今晚上你们练不练我？不练了吧？不练我就不用带你们了。他们不练，明天上班。这边我拍一下，粉丝，我们是从安徽的回来，怀山的那边的。提高一点。
就黑得很。好，可以。来，你这个来，你可以吗？我做一个吧。他特别崇拜你。对，我在出差呢，我在四川成都出差，你们老家出差。李哥，你哪天有空了，带我们那儿去看一下。可以嘛？有空我过白天嘛，有空我再过来看嘛。好的，你们好友都在那儿嘛？白天的时候。白天还不？白天我做市中的，我做市中心的，我做春熙路的。哦，没事，我有我就过来看。没事，我改天又来。好嘛。改天又来见你，拜拜。好。他们罗马的要排练嘛？不晓得嘛。曲嘴都不得去了吧？曲嘴他过结婚他不得去。27号，他们27号广播桥那个表演，他不得去，他哥他亲哥，就在老家没得那个，在这边。他接就接的嘛。你们等会儿要去体育馆吗？去体育馆吧。去不去？他们不得走嘛，我们去嘛。他们今晚不得排练了，不得排练了。走吧。我们这5个人刚好合适。我们走你的车。再加上可以啊，我们这儿5个，加进去吧。走吧。哎，那个走了。把手把它关掉。